金脆蝦球係一個賣相好靚嘅餸，大朋友小朋友都一樣鍾意㗎。我哋先將蝦肉放入攪拌機，加入調味料，打到佢起膠。春卷皮切成絲，啲話梅肉要蒸到佢軟身備用。然後就攞一片芝士折成小方塊，要嚟包住粒話梅肉，再釀入蝦球裏面，然後沾滿春卷皮絲，就成為一個蝦球啦。咁重複咁釀埋其餘嘅材料，就可以落鑊炸啦。炸嘅時候油溫大概係攝氏80至90度左右。炸大概4至5分鐘，見到佢發脹浮起就可以上碟。個芝士汁呢，就先炒香洋蔥至透明，將水、粟粉、糖撈勻，再落啲加樂牌雞粉，等個味道濃少少，比較惹味。落鑊同洋蔥蓉一齊煮，然後再落芝士煮溶勾芡，就成為芝士汁啦，好香芝士味㗎。咁脆蝦球真係見到都想食啊！